动画电影《七龙珠超：布罗利》是七龙珠系列第20部新作，美国1月底抢先上映，墨西哥更超过800厅上映。海几下、水行侠、称霸，目前票房31亿，台湾还要引进 4DX 版本。动画《七龙珠》系列推出第20部剧场版《七龙珠超：布罗利》，迎接最强赛亚人布罗利与悟空、贝吉达的对决。不止打斗对决精彩，视觉设计加入不少巧思。两人在前往冰原对决时，也换上新衣，给七龙珠迷全新感受。动画片1月底在美国抢先上映，墨西哥更超过800厅上映。海几下、水行侠、称霸，目前票房31亿，以日本动画来说很吃香。台湾预计22日上映，特别引进 4DX 等版本，要让粉丝身临其境。另外，同样是动画片，还有乐高玩电影2。乐高玩电影2在北美上映后，3天海捞约3440万美元，轻松打败其他新片，登上北美票房第1宝座。美日动画片接力上映，各自有市场。